风台扫过了后，真侪所在是拢烟烟火火，真侪人拢伫个病厝内。不过伫个台中有民众，伊是徛伫个8楼悬窗仔门的外口的平台咧切玻璃，而且分数顶是完全拢无绑安全的措施。路检处接到检举了后，有随去现场检查，不过人是已经落来啊。嘛提醒民众，病厝内要是爱注意安全。风台拄离开，一名妇人人徛伫咧大约8楼悬的窗仔门外口切玻璃，身躯无任何防护措施，全程拢向人翕落来。台中市府27号接到民众检举，南屯区文心森林公园边啊一位徛过大楼出现真惊人的画面，赶紧派员到现场落检。未少人认为真危险，应该委托专业的人员。这样很危险，因为没有什么安全措施啊。这个一不小心掉下来，生命呢？应该请那个外面那个专业的人家有那个吊车。今年1月，高雄市三民区有一栋23层楼高的大楼，被民众看到有清洁人员徛伫咧21楼外墙外口，伫咧切玻璃，无穿安全防护措施，去劳工局开罚。小型的事件真多，台中市劳检处是强调，疑似是住户或者是住户家己请其他清洁人员来切玻璃，派员检查的时阵已经无作业。本处派员检查后，该社区大楼的物业管理公司表示，假日期间是不会派员到现场施作相关的工作。住家这个屋主自己雇用的人员在从事相关清洁的作业。本处劳检时已无该项作业。徛过大楼管委会拒绝对外说明细节。市府是表示，这栋大楼禁止施工人员伫咧拜六礼拜施工。大楼物业公司的公告要求住户注意清洁人员作业安全，禁止无安全防护措施伫咧外墙作业。记者台中报道。